之处之什么得到解脱是吧？得到解脱，今生也是同样，最后业力感召将变得越来越贫穷，越来越恶劣，或者虽然拥有少许财产，且无权享用，或者有自己认识之因，而导致自己越富裕越觉得贫穷，或没有财物一样，或者其财产成了恶业的因等。有些虽然拥有财产却不享用，如同守护宝藏的恶鬼一样。因此，表面上虽然是富翁形象的那些人，但如果善加观察，他们的财产如未能拥有今生也来世幸福之因的正法上和安详生活的意识上，那这个部分呢，讲到的就是相当于我们因为我们这里面因果的里面解释这些都是为了我们学佛是为了不要下地狱，不要变成恶鬼，不要变成畜生。那么下一世也是，如果是我们今生没有解脱的情况下，或者中阴的时候没有解脱的情况下，那么我们下一世也是必须的要得到人生，而且也是要继续能够可以修持佛法然后要到我们能够可以在获得成佛之间，都是不要转生到恶鬼地狱这些。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生活当中平常都是需要许多那个部分是必须得要注意的部分。所以我们今天所讲到这里，就是因为在这个普贤上师言教这本书来说的话，一个修行人真正的修行那怎么去修行，如何去在生活之中能够可以学习，能够可以在行持一个善业的一些实际的方式。所以呢佛经里面的很多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怎么说呢，一些观点跟一些理论的正确与不正确等等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辩论跟一些各种各样的学习方式。但是我们今天如果是到那个普贤上师言教这些的时候呢，那么这些完完全全过去这些就是我们所在佛所讲的这些什么样子的方式是正确，什么样子的方式的是不正确，我们就不需要去考虑，就是在佛陀所讲的，或者是这个学者们所讲的对与不对，这些都已经完完全全就不在于在我们在这个研究跟讨论的范围。我们所谓解脱的功德是，我们都已经是认可解脱的功德才是最殊胜的，解脱才是最殊胜的，时间轮回才是一个不能继续留下去的一个地方。懂得这样的一个道理，而且我们完完全全知道佛法才是最殊胜的，佛给我们的这个恩赐是相当如同甘露一样的妙法，是我们应该要去学习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才开始真正的在接触普贤上师言教等等这种的这个法。那么这些法来说到，就有的时候就觉得像这个是前信法，前信是什么？这是大圆满的前信法，并不是所有的整个的佛教的前信法所以就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得要了解一切的方法，我们直接可以用在这个生活上是怎么样的去利用去这些方面，所以就跟这些是跟我们的生活是有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人呢，就是不能特别的吝啬。吝啬是什么意思呢？相当于就是你有钱也舍不得花，然后有衣服也舍不得穿等等这种。但这里面所讲的就是我们就是对金钱观对这个实践法的执着必须得要断除。
那么你要断除这些执着的方式来说到，就从因果的角度来说到，我们没有断除这些执着是一点用都没有。我们没有断除这些执着的怎么说呢？结果是会带来更大的这种不幸福跟更大的痛苦。所以相当就是虽然我们今天在人间，但是如果是非常执着的、非常吝啬的人来说的，在一生当中，不管你就有怎么说呢？有多少的财产，多少的金钱，那么自己就舍不得用的时候，在我们这个现实的生活当中也是看到很多这种父母自己从年轻到老都是很努力的，存了很多钱，很努力的就过了很多非常辛苦的日子，然后就从小就是生小孩，小孩也是培养的就非常好的培养，然后就是在同时呢，就是对金钱这些方面，就是当做比自己的这个生命还重要的，然后存起来的时候呢，自己老了以后，小孩就长大了，那么小孩也不怎么听话，然后你不想做的事情都是小孩去做，你没有享受过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小孩去享受的时候，你心里也是非常非常舍不得。然后钱也一样，你存的钱全部都是小孩去用的时候，你本身的想法当然就是不希望这样的，我这么辛苦的存，而且呢，你自己的认为呢，小孩也是像我一样的去做到，那就是正确的路。那么这种小孩才是真正的有前途的。我们小时候呢就很努力的赚钱，就是存钱，舍不得花，不会乱用这些钱。但是呢，这些小孩现在呢就是因为没有痛苦过，所以就什么都不懂，把这些钱也乱用。所以这样的情况下，第一呢，就是所有的钱也是他们会用完；第二个呢，他们自己就是学不好的等等，这种带来的都是痛苦。但是也没有任何的能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小孩，也没有任何的能力阻止自己的钱不要给小孩用，等等这种各种各样的痛苦。所以这些来说到那么这个是一个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些我们只是看到就是这样，就是一个就很普遍的一个问题。但是实际上这种人呢，就是内心里面的痛苦呢，完完全全变成恶鬼一样的，所以就跟恶鬼没有任何的关系，没有任何的分别一样的。那么这种人在死了以后会怎么样呢？直接会投胎到恶鬼道，因为也不舍不得做上供下施，甚至自己都不舍得用的这些，都太执着，对金钱的执着，对这种吝啬太严重了，所以呢就直接会变成恶鬼。所以这些呢就是因果所以恶鬼来说的话，也是有些恶鬼我们认为恶鬼是什么样的呢？恶鬼都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可怜，一生当中都是饥饿的痛苦。但是他们是不是没有任何的财产？并不是的，恶鬼是很富有的。很多的这种金矿、银矿什么的，就是金山、银山，全部都是那些恶鬼手指的。那我们就是说，开山有山神不高兴的时候会怎么样？等等等等等等，那些都是恶鬼。所谓的山神也好，地神也好，都是恶鬼。他们虽然有那么多的东西，但是他们自己没有任何权利自己用，但是守护着这个，然后执着在这里。然后一生当中都是为了要守护这些而辛苦，然后呢一生当中如果是谁供神这些去供养神的时候呢，就相当就是他们就会得到一些的享用那么能够烧出来的那些东西的那些烟里面闻到了一些味道，能够可以以这样来生活的，就非常非常的辛苦。所以神跟菩萨佛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我们供佛跟供菩萨，菩萨不是需要我们的供品为这个来生活，不是这样的。佛菩萨已经早就对这些世间的一切事物断除一切执着，所以就根本就不需要我们供养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供养佛呢？因为我们供养佛是为了我们增加自己的福报。那么就是需要找到一个最殊胜的对境。最殊胜的对境是什么？佛菩萨。
三宝。那么恶鬼跟这些神、鬼神、地神，或者是那个山神、树神、水神这些那么就不一样，这些都是恶鬼，所以他们是需要供养。那么你供养他们会需要享用你的这些贡品，这个是对他们有帮助的。所以相对呢，这些供这些神鬼这些的时候，对人类供养者来说的话，也是他们会去帮助一点点，但也是这个不可靠的，而且是供养的太多，而且是你跟他是完完全全，你一直供养到最后一直都是供的最好的话，你死的时候变成他的眷属。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不要就相当于从皈依的时候就说皈依了佛以后不要皈依实践法的意思是这样，实践法是这些实践护法，他们自己都没有解脱，而且是在轮回当中一直痛苦，所以我们当然就是不希望变成他们的眷属。那如果是你供的不好，你今天供的好一点，明天没有供好，他也会发脾气，惩罚你，伤害你。所以实践法是非常不好的，非常不可靠的。所以就我们去供养他，今天我们就说供神这些，当然就是这个市面上有这些的习惯，这些有这种宗教但是呢，就是没有像佛法一样的完整的原因是这样的。佛菩萨，我们供养的佛菩萨呢，你今天供，明天不供，后天供，再不供，或者是什么时候供，什么时候不供，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你一生当中供过一次就有一次的功德，供过2次就有2次的功德。一生当中每天都供有每天供养的功德。那么你只供1年，让你一生当中供了1年的功德，但是你不供的期间，并没有佛菩萨不高兴，然后惩罚你，让你痛苦，没有这种说法。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也是要分清楚，不然的话就这些地方有很多的宗教，有不同的这种怎么说呢，供神供佛这种的方式，所以有些人呢就是把佛法跟实践法混在一起，很多的宗教混在一起，这个概念也是那一点，那个概念也那一点，有这种的情况下，那么也有很多分不清楚的地方。所以总的来说的话，我们今天所讲的在这里，并不是说我们人类有钱就不好，有财产就不好，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总的来说的话，这里呢，我们所讲的就是要断除执着，而且修行跟一个修行人的生活，修行人在家的修行人也是修行人，出家的修行人也是修行人。出家人一生当中没有家庭专门主要是为了修行，但是他的生活还是一样的生活他需要呼吸，所以就不能断除呼吸的情况下，生活是离不开的那么在家人的修行，但也是在生活当中，同样的也不能断除呼吸一样。那么我们就佛陀所讲的，为了修行需要有身体，为了身体需要有饮食，这就是完完全全就是这一句话，大家都能听得懂。生活是离不开的，但是生活的方式跟普通人不一样。所谓的普通人是谁？没有学佛的人，不是修行人跟修行人之间呢，就有生活是不同的生活。如果是今天所讲的这些，我们就是有很多金钱舍不得用，舍不得穿，然后变成恶鬼一样的那些，是普通人，不是修行人。如果修行人，是不是一个修行人不能有钱吗？并不是这样的，因为你过去有福报，你自然而然一定会有钱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也并不是说你一直都是为了金钱而努力执着带来的，因为你的过去的福报有多少就多少，就像现在每一个人的就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就有比较稳定的生活。那么这个方面来说的，就平常的
按照平常的事情去做，也不需要特别的努力，什么不需要什么就也不需要特别的痛苦嘛，都不需要，也是生活是保障嘛，那这就是你的福报。那么再按照你自己过去所有的福报，现在拥有的一切的这些财产也好，金钱也好，这些上面，你如果是有钱也好，没有钱也好，对钱不要特别的执着。很有钱的人，他对钱没有执着吗？这也不可能的。很没有钱的人，他对钱不执着吗？这也不是。但是这两个都是。有些人很有钱，但也是对金钱不会特别执着的；有些人很有钱，但是对金钱特别执着的，两种都有嘛，对不对？所谓的执着与不执着，这个方面来说啊，就是有没有学习佛法，或者有没有这个因缘，有没有这个福报，这是关键，并不是说有没有钱。有些人说他很有钱，所以他可能没有问题啊，他就是要布施一点，或者供养一点，或者是帮助一些其他的人，应该没有问题。大多数的人会这样想，但这并不一定的。很有钱的人，有些时候呢，就很大方的去帮助很多的人，就像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在怎么说呢，那个慈善家。真正的慈善家，他们就是有努力的赚钱，努力的去做很多慈善的功德的那些人，也有钱，也很大方，也舍得，也可以做很多事情。那也有一些很有钱的人，那就是一点善事都不做的，而且如果是今天能够可以投资一些制造武器，或者是做一些恐怖事业的话，那就更加的严于投资的那些人，那也不一样的。所以就这些都是根本在哪里？根本就是善根业的这种怎么说呢？殊胜根这些造业的这种机缘不同。所以我们今天这些呢，跟我们一些学佛的人，可能就想没有太大的关系吧，就这样想到，那也不对。我们学佛的人呢，就是随时随地都是内心当中有这种修善的这种想法。造业的想法是不能有存在，不能怎么说呢？产生的。所以呢，我们就长期都是要避免那些造业的思想，所以就长期呢尽心修善的部分。所以我们要知道自己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你一个修行人，前身名牌，你住豪宅，开好车，可以吗？那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你对这些不要有特别大的执着，你不要因为你的豪宅，因为你的好车，你就不要把这种对时间就是越来越你就绑在这个时间当中，你再也不想离开这个人间，有这种想法不能产生。那你就要知道时间轮回还是不是究竟的那个怎么说呢？幸福的地方，懂得这些就可以。你今生的这些豪宅也好，豪车也好，这些都是你过去的福报带来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也并不是说跟人家偷来的、骗来的、抢来的，因为你自己的福报就有这些。但是你也是一个人，今天在一个乞丐跟对你之间来说啊，就是也是两个都是一样的人，没有什么其他的区别。但是福报的区别就是这样。所以你比他更有福报，所以你有智慧，你这一生当中就这样。但是你最好的福报也还不是这个，你就是还是一定要知道，我今生有这么好的福报，那我下一世那么就是要更好的福报。所以我们必须得要懂得生生世世当中怎么去了脱生死轮回的方法我有能力，我有智慧，能够可以赚钱，我是最有智慧，不能这样想。我的智慧呢，就是要了解，究竟的利益，的方法，才是真正的智慧。懂得这些的时候，你在豪宅里面，有没有可能，你一直闭关修行，你成佛，你就了悟。你得到成就，当然有一样的。你在山洞里面有没有机会？
当然也是一样。你躺在马路边上当乞丐，你内心一直在修行，对这些世间的一切没有任何的执着的情况下，能够努力的修持的情况下，你也是一样的呼吸，所以就是你就不要断除你的呼吸，所以你去讨饭，要饭，跟人家要饭，吃一点的人家剩下来的那些饭跟菜，这样为生活。但是你生活的目的是什么？虽然我是乞丐，但是我不能死，我必须得要修行，所以我必须得要生活。所以我今天为了要跟人家要一些剩饭跟剩菜，也是为了修行。那你在豪宅里面，一样也是一天的一日的三餐都是一样的用。为什么？我要修行，我要这一生当中，我有这么好的福报，我必须得要圆满，更圆满的事业是什么？生生世世能够可以调理轮回的苦害的，能解脱的方法，能可以圆满得到正等觉佛的果位的方式，我要修持佛法。那这两个人是一样的。所以其实这里面所讲的一切都是主要并不是说讲什么今天好跟今天不好，也并不是说财产好财产不好，没有这些，但是主要讲的就是执着。今天这里面所讲到的就是现在我们所提到的就是财产，但是除了财产以外，对任何一个的执着都是一样。对烟方的这种烟恨的执着也好，对亲方的那种怎么说呢，爱的执着也好，都是一样的。所有的执着都要断除所以所有的执着都要断除，所有的执着都要断除的话，从小的方面去学习，从自己的长期的生活当中点滴的这种怎么说呢学习累积才是最重要的。自尊做人着康着我